Hello，大家好！見到張台咁多暖管，都知道今集嘅主題啦。今日會分成兩部分，第一部分會講選購暖管同埋使用方法，第二部分會講維護暖管。開始之前，提一提睇緊嘅朋友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暖管普遍上分為兩種，一個呢就係電子，一個呢就係機械。其實兩者嘅工作原理都係大同小異嘅，咁最主要呢，就係暖管嘅出力啦，同埋呢個魚缸嘅 size 嘅。可能大家買暖管嘅時候都會留意到，包裝盒上面其實都有寫到暖管對應嘅容量，但係其實唔同國家生產嘅暖管都以生產當地為標準嘅。好多人都會問啦，咦，呢位係意大利製嘅噃，意大利溫度都冇香港咁熱，係咪香港買低出力啲都得啊？當然唔係啦。因為香港冬天同夏天溫差比較大，夏天未必感覺到大分別，但係一到咗冬天之後，就可能會出現唔夠力嘅情況。而最低嘅標準，以呢個1 L 水需要2鍋嘅比例，當然都要視乎翻你所養嘅物種啦、環境實際溫度而定嘅。而上圖嘅計算方法係用魚缸嘅溫度減翻需要嘅溫度，得出嘅數目就係你所需要嘅火數。而因為香港冬天會比較凍，夏天多數人都會開冷氣，所以大多1級都係可以嘅。買暖管嘅時候一定避唔開一個問題，你想要電子嘅定係機械㗎？兩者最大嘅分別係控溫上面。電子暖管呢係利用呢個電子信號控制暖管嘅，優點係加熱比較快，同埋溫度都會控制得比較精準。而而家市面上有部分牌子嘅電子暖管都已經附加咗呢個 WiFi 控制功能，咁就更加方便。而機械式呢，就係傳統嘅暖管嚟嘅，佢係用雙金屬片控制嘅，利用2種唔同材質嘅金屬片嘅特性啦，喺呢個暖管內部放置咗一個觸點作為開關，當加熱嘅時候，根據溫度嘅升降而變形，達到咗溫度之後，佢就會自動斷開個觸點嚟控制呢個溫度嘅。雖然控溫能力冇電子暖管咁強，但係使用壽命呢一般比電子暖管長嘅。至於想用電子定係機械，就睇大家嘅喜好啦。咁買完之後，我哋應該點安裝呢？為咗令到暖管可以發揮最好嘅效能，安裝暖管時記得設定好溫度，放咗入水先至好插電源。放嘅位置最好係斜放或者平放喺接近出水口嘅下方底部。根據熱對流嘅原理，就可以令到水溫有效咁均勻散開。同時要記得喺對角放翻支溫度計，監測水溫就可以噶啦。而為咗保證水生物能夠適應溫度變化啦，現時嘅暖管都會分段升溫嘅。如果你需要個溫度係升得比較多嘅話，時間上可能真係需要幾日嘅。今集就嚟到呢度，下一集同大家講一講點樣去維護暖管。